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到咱宜言之声少年人的现役广告电台。咱这集呢，听到这个来宾不诋毁，请花枝给大家拍一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灰机器来咯。啊，然后咧看影片的人就看到已经烫衫，即摆穿的这束衫就是敢若年轮呢。我是老张的年轮，大家小看一下。看了都有福报啦，吼。对，有看有福报。这年轮的笑话其实本地伊是华语的，对无？哎，对，本来是华语的。啊，你甲改做台语，结果颠倒搁较好笑。嘿，对，因为老张这能力本来就是老张本来就是台语的啊。对，因为啊，无华语会当讲老张，嘿华语即马无法度翻译老张。老张，对，比如讲，那讲华语讲，我是老虫的，怪，就怪嘛，所以嘛是爱讲老张安尼啦。就有的笑话吼，其实是咱本地用华语咧讲时，其实观众就会笑。这年轮的本地就会笑，啊，毋过变做老张的年轮的时阵，迄笑声有够恐怖的。我感觉有啥吼，有的物件吼，就是一定爱用台语来讲，才有迄个开口。迄个开口有出来的时阵，大家颠倒感觉更较亲切，对，啊，更较好笑安尼啦。因为即摆吼，我甲即个阿金呐，还有即个不诋毁吼，阮三个其实都有去录即个台语一个脱口秀节目，或者台语脱秀啦。即个节目呢，就是推广要用台语来练喙花。对啊。啊，你上即个节目的时阵，你有啥物准备上的困难无？准备哦，因为自演改到即马，拢是用华语的思考方向吼，去写人的迄个。而且你的老师台语，你的教你练喙花的老师，伊台语都袂好。对，伊的台语比我搁较烂哦。嘿啊，所以本来就用华语写习惯啦，啊，人就会一直对华语遐写。啊，有啥华语内底有一寡谐音梗，吼，啊，你翻做台语的时阵，迄个音怎走去？迄音怎无去？所以足困扰诶。比如讲，我有写一个段子吼，就是讲，我写1000个老人的笑话嘛，啊，我摕出一张白纸嘛，我讲1000个老人的笑话，啊，恁看即张 A4 纸两面，啊，我华语的时候，我讲两面一片空白，啊，毋过你华语、你台语，你免讲一片空白，迄个足歹讲诶啦，嘿，就话叫啊，就甲老师参详讲，啊，这边人讲，就讲啊，一片白白嘛，足怪，特别你看两边空，哦，就变台语就要变空。啊，你无找我讨论，安尼哦，你若找我讨论，我就讲，你看。一张白纸，啊，毋是搁较简单咧。直接就讲一张白纸就对啦。一张白纸，你有找秀荣老师？对，秀荣老师。哦。啊，就敢若每一字拢反过来，拢怪。每一字拢爱找伊来讨论者。哦，对啊。毋过有时阵吼，你写做台语的时阵，迄个人讲说啦胖去嘛吼，迄个胖去怎走去？就变无力去。倒一个笑话，真侪比如讲，一张白纸。对，所以有诶，就是变安尼啦。比如讲，像讲我较谐音梗的走去，比如我讲我伫个捷运顶头，捷运顶头落去物件，啊，竟然有人甲阿嬷诶红金红仔落去，阿嬷红金红仔。红金啊，这4字啊，知影的就知影讲是骨灰坛，毋知影的就迄是啥物？所以我变做爱找一个道具出来。我若讲华语的时候，我是无用道具啦，我就直接讲，竟然有人把阿嬷的骨灰坛，因为大家听有嘛。毋过你若讲台语，阿嬷的红金阿嬷，较少年就。毋知影啥我都红金啊，所以我伫个节目内底就摕一个红金阿嬷出来，真恐怖。你嘛是落档本，甲阿嬷就请出来啊，甲阿嬷就请出来，我甲你阿嬷卖掉，恐怖，就变做有安尼。啊，毋过写啊，到后尾就知影讲，你写台语就爱用台语文，台语的迄个。思考啦，去写，你袂用华语的思考去写，用华语的思考去写，再搁翻台语，迄就减一气啊。所以一定爱讲直接用
台语去写。啊，咧写的时阵，你头壳嘛拢是台语咧想代志啦。就会安尼，嘿，嘿，因为阮妹妹啊，伊即马是迄个，你妹妹是不敌水，你两个姊妹啊，水火不容。水火不容。阮妹妹伊即马是国中的台语老师。哦，啊，你著问你妹妹就好啊。啊，无啊，伊嘛是咧拍拼内底啦吼，所以阮两个伫咧厝诶，一定爱讲台语。嘿，阮伫咧厝诶，就是听迄个台语新闻，讲台语，看台语诶节目，互家己诶思考拢是伫咧台语内底。啊，毋过定定都切袂转来，比如讲突然间华语也袂晓讲，台语也袂晓讲，哇，只遐气了了。白纸一张。台语讲无好，连华语嘛袂记诶。啊，即个失智老人啊，足惨诶，规块花啊拢踮咧遐无啥啥，吼。啊，毋过就是安尼练啦，就是慢慢啊练是台语家庭啦。台语家庭对，啊，毋过我会讲真趣味，人阮妈妈啊，伊自细汉讲台语对无？对。其实伊嘛定定互华语拖去啊。是。比如讲，咱最近风台来啊，嘿啊，阮妈讲，迄个台风咧，我讲妈，你来互华语拖？台风。风台啦，啊，你都伫要9十岁啊，结果你个台语讲袂练转。嘿啊，去互华语拖去，真正有影会安尼对。就是因为其实台语吼是一个，咱讲莫讲干那去互华语拖去，其实日本时代嘛，就一个外来语嘛走入来啦。哦，对，啊，佮有一寡即个，迄个外来语可能毋是日语哦，迄个可是日语内底的外来语。对，像咱讲的胖，胖之字其实毋是日语呢，伊是荷兰语呢，法语迄边的，迄是欧洲迄边的，叫做胖。胖，嘿啊，按即摆个拢胖，你要食胖，俗胖，俗胖就是日语，哦，俗句胖嘛。啊，毋过迄个胖抑阁是外来语，所以问题拢出伫日本人身躯顶。对，拢日本人毋对啦。本地拢俗胖。这俗胖俗是啥物意思？俗句就是食物件，或者俗句子，俗句子就是食饭。俗句子哦，时事啦，时事的胖，我一直叫是俗胖，是讲较俗的，较俗的胖嘿，因为吐司嘛，对无？白白啊，较俗啊，所以我叫伊俗胖是较俗的胖。摕来食，会当摕来食，会当食饱，会当食饱或者俗胖。啊，食卡迄就是普通的其他的胖啊，啥物？嘿啊，其实台语本地就是应该讲。语言的变化就是安尼奥妙啦，就是随着时代的环境吼，伊有足侪外来语会入来啦，有诶无诶南掺落啦，去互华语影响着啦。啊，咱要安怎甲即个较水气台语留落来，其实都爱靠咱古早时代是讲古嘛，聊天顶讲古，就足好听诶，就足水气的台语嘛。啊，即马即就是咱。咱规旁规坡的人都爱来正做即个五六天啦，向伊学习，咱来甲即个较水气留伫咱练喙花内底。对无？用练喙花吼来训练咱家己的台语，嘛用练喙花来讲笑。对，因为笑真正是足重要的。所以咱就我就甲花姊啊，吼，佮阿珍吼，咱佮有空弟啦，佮有伟迪啦，咱有组一个即个团体，叫做正港舞女。正港的舞女，叫舞女啦。啊，毋过迄舞其是用华语啦，舞个舞女啦，舞女啦，舞女，正港的舞女。舞主靠望舞女啊，啊，舞女袂笑，袂笑都舞主靠望舞女袂笑啦，袂笑啦。因为真正袂笑是。真困难代志，你有感觉？对，要叫人笑，真正足困难的咧。有时我足想要拍观众，啥毋笑？拍个口啊，袂用拍个口啦，讲个到底口。嘿啊，要互伊笑，真正是一个技术，一个科学。对啊，你有感觉到？因为你讲迄10外档啊，对。无啊久啦，因为前几档是有咧上班嘛，哪上班再搁哪讲安尼啦。迄阵我讲的时阵，敢若是娱乐家己啦，我家己放轻松的所在啦。上班的代志，还讲嘛是讲上班的代志啦。讲你家己做主管的，对啊，做主管的笑话啦。嘿，嘛会讲
我的主管的歹话啦，摕来讲啊，嘿，上班无你会发啦，下班我就尽量啊，嘿，啊，就是安尼，啊，毋过即马换做讲台语。佫是另外一个境界，我感觉。啊，这个变化，你感觉上大变化，除了语言以外，上大变化是啥物？上大变化，因为咱咧 talk show 台语吼是公司台语台嘛，啊，台语台就是爱录影的环境，录影的环境交咱伫咧剧场讲的环境完全无共款，咱伫剧场可能会甲。你感觉剧场较好讲，还是电视较好讲？我感觉剧场可能。剧场是安尼啦，因为伊有观众嘛，你用直接交观众来做交流嘛，吼，有啥会喜人一个观众咧，吼，看到迄个少年家啊，你就我就出轨啊，一定袂用放伊刷，有够恐怖，完全制住，对，刷掉。啊，毋过伫咧录影的时阵，哇，伊有伊的，伊嘛有请观众啊。有，毋过离足远的啊！要出过去，哇，佫袂使啊！你莫讲，你毋来出过观众迄边，你出过评审迄边，我就是讲人无看，即摆都报你啦。我毋管啊吼，我想要出就甲出落去啊！啊，无法度啊！我上老啊！上老的人就是安尼啊，就是爱安怎就安怎啊！你甲评审的位动破爱做着对。啊对啊，巧的，阿嬷要坐。就是有这个变化。咧剧场咧，剧场爱注意啥咧？咱咧剧场内咧讲连续会的时阵，那华语啊、台语啊，剧场你感觉讲剧场上重要的是要安怎讲？人客才会感觉好笑安尼。我家己的经验是安尼嘛，因为。有时仔人嘛是会紧张啊！我感觉无论台顶的人哦，你看伊是偌轻松，其实伊心内拢是紧张的。因为伊有一个本咧行嘛。伊毋是讲行到倒凊彩乱讲，其实伊是有设计过的嘛。而且你的脚本拢有够落长。你讲我咧后台咧看火机的剧本哦，伊个剧本嘛看 A4 的纸有无？伊有写8个胖曲啊，伊就写胖曲互伊家己记着对哦。啊，我就听迄台顶讲哦，即摆要10分钟，啊，毋过还讲着第5个尔。后壁伊要安怎收煞咧？袂收煞咧，阿嬷的步数都是。够恐怖诶，系啊！而且这个剧本当咧行的时候，你有紧张讲啊，我有3个胖曲还袂讲安尼敢诶？会啊！你要安怎排解咧？伫咧剧场，咱就是较自由嘛，吼，嘛是演讲完。啊，毋过伫咧录影的时阵都无法度，所以头一摆录影，你要超时对无？差一点嘛，差2秒1秒安尼。我会讲，毋是头一摆录影是自我介绍，自我小介。对，自我小介迄届呢，因都我都写真长啊，我毋知影，无人甲我讲啊。咱剧本起的时阵啊。迄个制作人讲，就已经甲我挡一半，你讲到遮就好。结果迄一半呢，我就已经讲了10分钟，结果搬出来加剩几秒尔，其他拢无去。啊，第2届，我其实有一阵应该是讲较贪心啦，有诶拢想要全部讲出来，啊，其实无即台让互你讲好啦，后摆换你做主持啦，好无？讲一个较三对啊。哎哟，原来如此啊！我达到我诶目的啊！毋是啊，迄摆其实阿翔是评审嘛，后摆咱就叫做依然之下老大人诶，老大人诶故事吼，毋是恁少年人想遐简单。我会讲，我看过诶鬼吼，比你。无啦，迄阵啊，因评审嘛有讲啦，讲你准备的笑话，你上后尾迄个无讲吼，其实嘛已经真精彩，真好笑啊。对。啊，毋过我就感觉讲，我就准备啊，无讲就怕算，就想要讲诶，就是就想要讲互人笑啦。啊，种人就是三八啊，我哪有法度。家己讲啊，家己讲。啊，咱若是有少年人吼，想要来，因为恁叫伊直接去电视嘛，无迄个机会啦吼。啊，毋过因若要去剧场，会当讲报名即个 open mic 嘛。会使啊。啊，因若要报名 open mic，啊用台语要练喙花的时阵，你会互因啥物建议无？
台语连水花哦，对低音嘛 ，open mic 哦 ，open mic 哦，我是会建议讲，本嘛是上重要的，对，就是你的卡本一定要先写好，吼，啊，卡本写好，其实 open mic 是去收你的卡本，收卡本，啊，搁有就是你的演出的方法，有时啊卡本真好笑，是你演无好。嘿，毋是卡本的问题，可能是即个演法佫换一个，吼。你无甲放开安尼。嘿，对，放开真重要，放互轻松，我感觉真正伫咧剧场内底是真重要的代志。啊，毋过是真困难啦，因为你佫爱演出，啊，你佫爱毋通佫闹交去，啊，你佫爱放互自然。啊，着吸一个啦，恁两辈啊，着开啊啦。有个人是安尼啦。恁两个莫讲放互开，骹拢嘛开开。这敢是和尚该讲的话啊？对啦，啊，你甲啉两杯啊，去都叫起讲起来，万一啥物都袂记嘛，袂使。所以我演出之前我是袂啉啦，嘛袂食啦，就是保持一个，嘿，就是上好买，无等下表演到一半，嘿，我碰讲我要叫我起床，嘿，所以就是卡本上重要啦。所以你若讲要讲台语，啊，你平常时爱练台语嘛真重要。有诶，其实咱即几摆演出吼，有真侪观众朋友伫咧下骹有留话哦。伊留啥物话咧？佮要甲你要花，敢有？迄著私底下处理啊。啊，毋是我是讲看有诶人真严格呢。我讲你这台语讲安尼，你也敢来比哦？啊，甚至连评审、主持人拢甲骂落去。我就想讲，哇，即台真是有足侪真注重台语的人咧看呢。台文科啊是有一寡人是较注重啦。而且你讲咧，这个无算伤严格，佫有人甲我讲，迄私底下甲我讲啦，讲有几啊字吼，迄录音拢无去，录音啦，片嘛毋对，囡仔讲做囡仔，哎哟，系啊，但是小米老师讲的啊，就发音拢无，字拢教袂明，发音要瞄准就对啦，对，系啊，嘛会安尼啦，系啊，但毋过吼，咱其实吼，即个节目就是伊是台湾头一届有即个连水花的节目，啊，大家就互相莫讲，一定爱讲好话嘛，无要紧。其实吼，咱就是绕开求进步啦，哎呀，做回来。我感觉这节目真好，是讲伊不只是台语头一个连水花的节目，伊应该就是头一个连水花的节目。对，连华语都还袂做过吼，连水花比赛台语节目，华语节目拢请咱戏剧演员去做迄个543，拢无真正叫咱去讲连水花的故事，对无？都搬戏啦。系啊，做小丑啊尔，拢。莫讲小丑啦，笑客啦，笑客剧啦，嘿，啊，即摆是真正做戏剧演员。有人问我讲，你是真正比吗？真正比呢，对无？会叫倒台呢？嘿啊，足紧张的啊，嘿，所以是算真的啦，所以嘛欢迎大家一定要甲阮応援一下。若是讲拜六8點吼，公司台语台嘛，14台拜六8點，你无时间看，啊，你伫咧 YouTube 顶头嘛是找talk 小台语，嘛找着，嘿，啊留一寡话较好话咧，咁小报一下，啊，让制作人看着，再讲好第二季。即摆第二季是一定会做啦，毋过若是会当有第三季是上好啦，上好会一直做落去，一直做落去。啊，做一工，做到一工，我会当做个爬咧评审的位，安尼我是想。对。啊，安尼你评审啊，我做主持啊，安尼好无？好，真好，甲耗子干掉。好。真欢喜吼，请着花姊啊，甲咱讲遮者吼，甲连水花有关系。好佳哉，拄则我问伊讲，连水花 open mic 闭关，伊无甲我讲，你甲迄笑话写较好笑就好啊。咱迄数小就安尼讲，笑话连水花上重要就是安怎，就是好笑，废话嘛，啊你有讲甲无讲咧？好，听众朋友吼，咱这是宜兰之声少年人老大人现已广告电台，咱后一集呢继续来空中再会。